继续等来到新闻的现场，蔡宝兰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，来关心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。几日空前讲到大义灭亲的讲法，说服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骂讲伊结甲真大地。另外，还有韩国瑜民调的策略，伊嘛有上新的回应。因为每一个党的干部或者是每一个候选人，一定会用尽力量嘛，呼吁乡亲能够支持自己的政党。或是自己政党推出来的候选人，这本来就应该了没有批评其他政党的意思。是觉得他讲这个傲慢两个字太多了，太过了。本身不是这个意思。没有，我没有批评或者是攻击其他小党的意思，没有，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台湾民主的政党嘛，都有权利登记参选。那我们大家就要更尽自己的力量，去争取民众的支持。因为这个前几天这个所谓韩国瑜用所谓的民调盖牌，那可以看到说，除了民调什么？民调盖牌，就是他就是唯一支持蔡英文的这个情况之下，那包含品瑜这一区，或是像吴怡农那一区，现在民调好像都有拉近的。不过对手是说，因为他们是因为韩国瑜喊出民调盖牌，所以民调才拉近，并不是真实的民调拉近。那你怎么看说目前的选举可能造成？品瑜要不要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来？你来回答这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从很多的，首先韩国瑜的民调盖牌到底有没有用？我觉得其实从蛮多的民调，不管是民党内部或是其他民调公司所做的民调来看，我觉得他这个喊话是没有什么用的。那第二个是回到我这一区，就是我知道我的对手李女士也有一些她的看法，比如说抛出了一句说大家也听不懂的，说我看不到她的车尾灯，但不太知道她是什么意思。那我后来我是在想，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李女士她之前也有喊说她是韩粉，所以我觉得她目前的选举策略其实跟韩国瑜有点类似。那所谓的类似呢，就是出来喊说民调盖牌，喊说。